好，来继续来看咱伫中美洲的邦交国洪都拉斯，疫情是真严重，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22万例，有5600多人死亡。都参因的总统叶南德兹慢慢来确诊患着病毒。洪都拉斯卫生部昨暝伫推特来表示，将要透过已经甲咱断交的萨尔瓦多，向中国来购买着科兴疫苗。 安尼一来，是毋是表示讲，咱甲洪都拉斯的邦交要出问题了？外交部讲，因已经掌握着状况。Y hoy se me ha diagnosticado que he sido contagiado de COVID-19. 韩总统叶南德兹罗马确诊，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疫情累倒，确诊病例22万外件，超过5600个人死去。韩国卫生部10号暗时伫咧 Twitter 讲，萨尔瓦多会帮助咱为中国买到疫苗，洪都拉斯买摒尸付出来买疫苗。外交部我们已经掌握相关的一个情形，我们也与洪都拉斯在密切协调当中，我们会持续的来密切注意后续相关的发展。洪都拉斯用了一个比较体贴的方式，透过第三国向中国买疫苗，我们也可以正面的、善意的来解释这样的状况。洪都拉斯是中美洲第2大国，人口有922万人，和咱台湾1941年建交，已经超过80档。蔡总统伫5月佮特别拍影片感谢多谢。感谢叶南德兹总统和洪都拉斯政府在各种国际场域为台湾仗义直言，我们也期待。 未来跟洪都拉斯继续深化伙伴关系。不过，洪都拉斯要透过2018年和咱台湾断交的萨尔瓦多，向中国买科兴疫苗，就让疫情和中国想要透过疫苗来影响台湾友邦的关系。疫苗的取得是一个人道的议题，我方呢是反对，就是让这个疫苗成为一个政治外交勒索的一个工具，尤其是拿来破坏台湾跟友邦邦谊的一个勒索的一个手段。 外交部嘛强调，甲救济精神结合理念小我的国家力量，斗相共洪都拉斯来对抗疫情。